长期咧推广台语文戏剧的阮剧团，最近邀请香港剧团，甲台湾禁止讲台湾话过去，甲香港要禁止讲广东话未来，创作一出用台语也用广东话的音乐剧，希望会当讲出伫无共年代、无共土地，拢伫咧发生语言防禁止的问题。 用台湾话甲广东话来演出的音乐剧，要来表达母语甲文化的消息。阮剧团邀请香港剧场空间做伙来制作新戏。而这特别的所在，就是请香港的导演来负责新戏当中讲台湾故事的电视片，而台湾的导演改去到香港风土片的故事。排这个音乐剧的时候，音乐的部分很重要。我发现台语跟广东话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。 最难的语言，但是就是因为它最难最复杂，他们的音稳音律很好，他们配音乐的时候很好听。这出戏以台湾甲香港两个知名电影院做背景，嘛探讨母语甲文化的关联，同时嘛表达政治环境如何来影响着话语权的自由。阮剧团的团长就表示，香港未来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台湾禁止讲台语的过去。是香港的朋友，因即马当咧面对的，就是讲，因要讲因原地香港话愈来愈困难啦，因为全部即马拢渐渐爱你讲普通话，但是咱可能是毋是无意识到，这内底有啥物物件咱失去？你若意识到这个物件，你开始思考了，我感觉其实文化这个物件是需要大家较主动的去做一寡保留。 这出戏只有4场的演出，拢伫咧新营的文化中心。阮剧团表示，可能受到疫情转好了后报复性出游的影响。目前虽然大省卖出去的票无算介济，不过也是希望民众能透过戏剧来感受语言甲文化对咱的重要性。记者林慧婷台南报道。